大家好，今日係10月1號，國慶日，同時咧亦都係本公司開業嘅5週年。咁喺過去5年期間咧，就好多謝各位朋友去支持啦，幫手啦。咁或者慶祝公司開業5週年咧，只要你喺10月份拍啲 YouTube 短片，或者喺 Facebook 留言，咁講下自己嘅名啊，幾時入職啊，翻邊個盤，咁點解會入職我哋公司咧？咁我會喺咁多條片之中抽取2個朋友，會到時咧就有啲現金回贈俾大家，歡迎大家踴躍參加。同時咧，或者係多謝所有朋友咧，我哋將會公司一路擴張。需要更加唔同嘅類型嘅朋友啊，唔同嘅盤。如果有朋友可以有盤介紹，或者係到時我哋會有啲佣金俾大家。最緊要大家齊齊合作，齊齊揾錢，咁樣生意先長做長有咧。OK。